华山基金会西港的长辈，真侪伫个少年时拢从事过农业，对着在地乌麻有真深的记忆甲着感情。但真侪拢毋捌行入去西港农会乌麻所的故事馆来参观。上午伫个华山西港天赛站，邀请到服务的长辈以及长期支持的善心义工，大家做伙来参访，感受着社区的陪伴甲着关怀。我们西港的长辈，他们过去都有一些农忙的经验呐，所以其实他们自己除了有田之外，过去也有一些长辈有种植芝麻的经验，只是在碍于他们过去的经济条件或者是生活条件没有办法太好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有缺乏很多的这一些机会可以去了解到这是真正芝麻的知识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跟我们西港的农会来做结合，然后可以让长辈来做曝光，然后也呼吁社会大众可以多花一点，就是花一点点时间，然后来关怀我们社会的弱势长辈，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跟现代的社会来做连结。伫西港区农会推广部的人员以及青农化身的导览员，带领长辈重温乌麻对栽种、生长到采收的过程，并介绍乌麻的营养价值甲着多元的制作方式。会中还佫教导长辈动手来体验芝麻饼干甲着雪 Q 饼的 DIY， 现场充满少年的回忆甲着乌麻的香味。今日来真欢喜啊！会当参加这个活动嘛，足好诶。大家拢这安尼，基金会真照顾，照顾了大家安尼食快乐食好。恁等下是要做啥？等下要做饼干很香，很香啊！很香，有芝麻香。家己做的。食家滋味安那？哎呀，香香啊！华山基金会长期提供适龄、适地、甲着适宜的长辈免费的到厝服务。西港天赛站目前服务有82位长者，因为服务的需求大，真需要义工来帮忙。目前嘛正积极咧招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拢会用加入行善的行列，帮助弱势长辈。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